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16，旧历的5月18，礼拜四。来看这个新竹市一间轮胎行红棒火烧厝，马孙啊3代8人烧死伫个火窟。这间徛伫个新竹市东大路的轮胎行，昨暝10点外火烧厝，消防局出动着25台的消防车到场拍火，事后伫个火场找到8个死者，4个大人，4个囡仔。分别是轮胎行的头家娘、伊的查某囝、2个新妇甲4个孙仔，只有轮胎行的头家为火场走出来，大汉后生无伫个厝逃过死劫。讲放火烧厝的这个31岁男子，就是厝主的第2个后生。疑似因为洗碗问题甲妈妈口角，就出门买汽油倒来放火，都参家己的太太甲3个囡仔嘛烧去。这是引起着众人的愤怒，讲放火烧厝是在苦恶请求判死刑。大火一直对铁皮厝冲出来，现场的消防人员有几啊条水线尽全力来拍火。2层楼的家厝啊，互大火烧甲拢变形，这栋伫新竹市东大路的轮胎行，伫昨暗时发生火警。厝边嘛赶去现场斗拍火，阁会当听到室内有人咧喊救命。你那时候在哪里？在楼下啊。你在1楼发现的？就是当场现场一点一丢而已，就火冲起来了，就跑哪里去？你是什么烧起来？汽油。汽油，你怎么会丢？你说谁丢汽油？儿子，你儿子丢汽油？对。唯一对火场撞出来姓陈的厝主讲，放火嫌犯就是家己的细汉后生。迄天暗时，敢若因为洗碗，害妈妈起口角，就冲出去买汽油，搁点火大遭8位亲人的性命。转来到事发现场，1楼机车搁有链仔遮较高小的物件，造成火一直无法度拍花。楼顶搁有几啊间房间，4位大人、4位囡仔拢伫遮。嫌犯甲汽油买转来了后，随灌油去2楼放火。8位罹难者完全无机会撞出来，全部死伫嫌犯嘛，就是细汉后生的房间。我这没有办法表达。警司真悲伤，想袂到才经过一个暗暝，搁回去厝内已经拢无共。殡葬业者嘛陪伴家属到现场招魂，检调单位已经重新登去事故现场进行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